哎，大家好，我是 ISB，今天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服务业的各个情况，就是我工作的行业那边的不同的事情。首先可能是第一，就是可能是其他人看我们做店铺工作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时间看我们可能是聊天啊，可能是继续在那个店铺里面。就是矮矮的站在店铺那边，不知道在干什么。那就是比方说，是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做其他人的眼中，我们可能是有很没有什么工作要做啊，很悠闲的那边的。对，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会这样说，就是你们都不需要做什么工作啊，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做的。对，我感觉我们好像就是很轻松吧，对，有可能是觉得是哎这些工作什么人也可以啦，对你那边你有手就可以工作到了，不需要什么的，就是不需要其他的特别一点的，就是技巧啊那些，对，什么客人也有，对。他们就是有一些人觉得，哎，这些工作很简单啊，也不需要什么，也没有什么困难啊，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所有人也可以的。但其实我们的不是真的不简单的。首先我们第一啦，就是我们要那个将那个卖掉的货品保起来，就是对对，就是整个店铺的货品有一些卖完了，可能是要现在补起来，可能是要跑去拿，没有货的时候，有可能要把他们这个放好啊，就是等其他客人看到啊，你这个货架不会干干的，就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啊，很乱的，这些对齐啊，那就是一些收银那边一定要啦。对客人付款，我们也要帮他们处理，就他买了什么货品，我们也要了。这个，然后就是金钱上面的那个交易啦，因为我们客人给我们现金，我们也要找给他现金，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找错了，可能是找错一点点钱，可能是你关门之后你要找很久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时候要到那个保安，就是货品那边的问题，可能是啊有没有人想偷东西啊？可能是发现那个被偷了，要怎么做？这些我们都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刚刚卖完个货品，但为什么旁边的货品也不见了？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会要做的工作来的。那就是帮客人啊，对客人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啊，因为帮助客人才可以知道要具体要买什么东西。可能是有一些他们货本身有一些问题啊，是我们可能是要帮他们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啊，也要帮他们的。就是可能是一些就是他们公司那边传过来的资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他们的安排的。那比方说价钱的变动啊，涨价，那些优惠啊，都是我们要跟他们的安排的，所以这些都是可能是你不是一人间货品的问题，是整个店铺里面的货品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也要那个跟他们的安排的。然后就是要清洁问题，对你不可能，你不会想在一个比较脏的地方购物吧？对，所以大家都是可能是有一些垃圾啊，那些都是可能要清洁啊，那些所以我们都是要做那个卫生的清洁的工作的，这些都是可能是服务业那边都要做的工作了。对，有时候是客人留下的垃圾啊，我们也要清一下这些。
对，因为客人有时候会留下一些纸巾啊，有的留下可能是一些包装啊，对，那些他们有可能会放在不同的奇怪地方啊。对，我在那个货架的后面发现过一些快递的垃圾啊，对，这些都是我看过的。然后就是一些关门之后，其实我们也有不同的工作要做。第一就是关于要算那个要收完的金额那些，我们也要跟他算好啊，确保是没有多没有少啊，也要那个关于整个店铺的清洁啊，或者关于货架的那个货品的数量那些。对，然后还有那个货架的整齐啊，这都要我们不同关门后也要处理一下才可以关门，所以关门后可能是我们也需要1个小时的时候才真真正正离开了店铺里面，才是真正的下班。然后就是我们店，要么是其实在那个服务业啊，店铺里面呢，我们的也有一些情况很常见的，就比方说，可能是刚刚你看到图片中间的。那个篮子上面有很多货品，那个其实这店铺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客人真的是这样放他们想的东西放在篮子里面，但是真的整个篮子都在这个其他客户那上面，真的会看到这些的，因为对真的他们都是到那个客户之后就直接放在那个篮子，对，但是把篮子也不拿走。所以其他客人就拿不到新的篮子，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是来回很多次都是放在那个篮子，但不拿走他们第一个篮子的。因为他们就是一些客人的问题，就是对，就是他们不是手上没有东西啊，他们对玩可以拿个手机一边跟别人说一边购物，但是不拿走那个篮子，其他客人拿不到新的篮子用。对，然后就是另外就是相同的情况，就是直接放在那边收完了，对，但是他们那个客人就是不知道去了哪，就是不同的回来那个收银那边把选好的放在他这个篮子里面，但是也不是付款了，就是不断的把新的选好的放在里面，对，直到他真的选完了才过来付款了，对，但是整个收银台就是给他用了，完全收不到，完全其他客人用不到啊，这些我们一般都是会跟他说啊，跟那个客人说。这个位置放不到，因为他真的其他人啊用不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帮不到其他客人付款，收钱那边也用不到，然后就是真的有不同的人是把那个在那个店铺的门口那边是谈话没关系的，但是他们真的会堵在那个出口那边，有些客人进不到来也出不到去，所以他们就是在这边聊天咯，就是聊到就是其他客人就是可能要推他们走，他们可以走了，他们才会移动一点点。对，这个他们就是不会就是不看那个地方方不方便，其他人就是直接在这边聊起来。对，有时候我要看到其他客人出不都去，我只后跟他们说，叫他们让一下。对，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不跟他们说，他们就是一直聊到就是一直聊到他们可能是走出离开啊，对，如果不跟他们说，可能是聊10到20分钟没关系啊，完全没关系啊，我个人我觉得，对，因为他们就是就是想聊天，但是不看地方的聊，就是。然后就是关系这个图片，就是看到有客人信，对，但是其实都是很多人都是，可能是一个人买东西，但是他的家人啊朋友也就是跟他们一起在那边，就是你同一时间那个收银区可能是看到哇，为什么差不多6个人7个人，但是其实他是跟刚刚付款的那个男生是一起的。
就是只有那个男生那个买东西，但是其他人就是跟在他一起后面，没有说啊在其他地方先等一下，然后再一起走。对，就是这样的话，看其他客人虽然付款，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可能是，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些是一个客人还是就是三到四个客人要付款，这个比较麻烦一点，我觉得。对，是有可能是付钱的时候跟谁要付钱就先那个付钱好，其他可能是你在其他地方那个先等一下会比较好。对，然后就是我有时候会听到他说不同的问题，有一些我都奇奇怪怪的。对，因为他真的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听太多奇奇怪怪问题了。对，第一个都是真的是，就其他客人会问我这是港币嘛？对，我觉得对，当然我可能是有一些是其他国家，他们真的会这样说，我没有什么说话，但是有时是像是香港有些。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会说这个是几钱啊，多少钱，就是也是会说这些奇怪的。但是然后就是可能是我们那个营业时间，对，我什么时候关门都有客人说啊，为什么那么早关门？但是我可能说这时候是晚上的8点嘛9点啊，有客人是10点，对，也有客人说这个问题的。对，不是对，开门呢，也有这些人说我关门都有的。对，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那么早关门会感觉到奇怪。对，但是我们都开门都12个小时啊，13个小时都很累啊，大家都。然后就是可能是一些旅客那边对旅行的人会问我们的对这个海关的问题，对，但是其实我们不太清楚那个海关的规矩啊之类的。对，所以基本上一些坐飞机啊那些可能是可以跟他们说，这个要托运啊怎么样，因为有些是。有一些先机我们了知道，但是不是所有知道，可能是一些不同的药啦，那些感冒药啊，那些就是一些问题，就是不是所有，就是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多的规矩咯，海关对，所以不太，就是我们就是当时只有叫他们自己查一下，因为没有可能我们所有地方的海关都知道他们的规矩，有些可能是我们知道香港啊，可能是有些会知道大陆的，对，但一般都是香港的海关，我们会比较知道一点咯，其他地方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对，所以这个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对，可能机场的饭店啊，那些在机场工作的可能会比较知道吧，我不太清楚那边就是。什么时候有优惠都是的，因为可能是大家都喜欢买东西要便宜一点，一定的啦，一定要喜欢买便宜一点的货品啊。对同一个货品，我昨天我售价5块跟10块，大家都可能是那个感觉都不同吧。对，所以想知道会问我们要什么时候有优惠，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对，对的，因为我们可能是有一些文件要看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说，哦，那个文件就是说现在有新的优惠，对，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可能是你卖完之后几个小时就出来了，还有几个小时后就取消，我们也有这个就要遇过的，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他的优惠什么时候会给我们，什么时候会取消掉。还有就是想为什么关贵一点就是跟第四条的问题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对你昨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昨天，对，最后在那个就是你昨天买，就是刚好就是优惠取消掉嘛，就是今天就是新的价格，就是他们就贵起来了。上好的时候就是贵起来，就有些奇怪。然后就是
可能是我们断那个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对那个店员呢比较好嘞。其实店员对啊，就是另外就是客人的话，嗱，我自己跟大家所以说，就是你做那個店服務員啊那邊很好的話，比較好的話，他們其實就是就會比較用心那個輔助你的問題啊，對，就是所以大家我建議就是跟那個服務員打好那個關係，對，真的的，真的的，對。可能是禮貌上面啊，你好啊那些，对打招呼啊，这我觉得都是地板啊，因为大家都是对跟跟他们说都是，我现在都是跟其他店铺的人都是做你好啊，对啊，是礼貌的一定要有一些谢谢他们帮忙，我的而是会说的，对，因为我自己都是就是那个客人对我比较礼貌一点，我真的会很喜欢帮他们，对。然后就是就是客人会多说一些，就是你今天要买什么东西，我要什么要求，我希望就是多少钱可以买到我需要的，对，他要什么效果啊，或者我要什么功能的，他们就是一些要求就最好就是跟我们多说一点，因为我们就是会跟你的要求慢慢帮你挑一些可能可以帮到你的货品啊，所以可以送给人的，送给人，你送给什么人啊？哦，几岁啊？这些都我们其实都是会慢慢帮你选起来，可能是会选好，最后的你可能会帮你选到一个不错的货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店员那边多说一点你希望的，你想要什么样的货品会比较好。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真的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是最好卖的是我很好笑的，呃，因为我们就是可能是听到这些，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帮你选比较好。因为我们就是呃，因为最重要就是每个人的要求不同，所以我们对那个最好的可能是有一些区别。对，然后就是最好卖，就是我其实会跟你说，最好卖的可能是一些是很多人互相推荐，但是不一定最好咯，因为有时候就是看到其他人说就是这个很多人的，但是他们用过之后就是不好用。对，就是可能是一些防晒啊，对，有一些防晒霜那些，对，几年前很多人不定找这个品牌，但是大家慢慢用起来，可能是那个感觉不太好，就慢慢那个货品就没有了，不好卖了。对，所以我建议就是跟你的要求，然后你要跟我们说你的要求，我们可能是帮你选好比较，对你比较好的，会可以，对，因为真的最好嘛，是我们其实就是可能对其他人可能是最好，但是不一定对你最好咯，对，所以我建议就是不要用这些，因为可能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帮你找什么货品会比较好。然后最后就是跟我们打好个关系，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我们会跟你静静说的，对，真的是会跟你静静说一些特别一点的，可能是帮你现在买东西有用的消息，对，所以跟我们打好关系，我们可能是偷偷告诉你的多一点的，对，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跟不同的店员说话的时候，就是礼貌一点啊，可能是大家可能是会收到很多不同的特别一点的最新的资讯咯。对，可能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跟那个客人说，你这个明天才来买。对，我不说什么了，但是你明白的话，应该会明白为什么我叫你明天才来吧。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会跟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客人，他们做选择的时候要买还是要不买的时候，我会跟他慢慢说，我知道的给他，对，一点点，不会太对，他们就会知道是怎么样了。然后就是我有一些个人发生过的过去，就是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小游戏。对，我会说我当时的情况，对，然后就是你们猜猜，是发生什么事，或者可能是那个客人的回答是什么来的，对，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轻松一点。就是第一个啦，对，第一个事件就是我有一个客人，就是找可能是一些的保健品啊那些啊，然后就是那个客人就是我帮他的时候，他说要有个小孩的保健品，我可以没关系，因为小孩的保健品有很多，对，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还有是不同的年龄的小孩，他们可能是可以选的有不同。比方说有一些是3岁以上的话可以用，有一些可能是1、2岁就可以开始了，所以我们要针对他不同的年龄，所以要选他们可能需要的，他们的要求。但是呢，他这个客人呢给个答案我有一点吓到，你们给30秒，你们猜猜他的回答是怎么样？小孩子几岁？答出来就可以了，答出来那边通话那边就可以了。好了，那看看的看看。要看看，对，有一些很小的保健品是可以的，但是可能有一些是初生婴儿都是也可以用的，对。但是基本上就是真的只有一种两种，没有太多。那现在答案就是，对，就是20几，对，对对对，就是真的是20几，对，然后跟我说，我想找小孩用的保健品，但是我问他小孩几岁，他跟我说20几岁，我真的他妈的。我真的20几岁哦，小孩保健哦，20几岁是小孩哦，二十几岁小孩我20几岁你那个酒也可以喝啊，红酒白酒也可以喝，但是我要小孩的保健我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我最后跟他选一些大人，因为真的太小哦，对。然后就是下一条，诶，哦，那是为什么？那个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做错了，对，这个也是，从一个我不会，这个我做错了，对，把答案放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第二个，其实就是真的也有另外一个客人找的是小孩用的鱼肝油啊那些，对，然后都是一样都是小孩，我们小孩几岁，他们跟我说用了几天，刚刚出生几天，我啥都不知道是什么好，我刚刚出生了几天，但是真的是鱼油就是消化不了啦，对吧？对，对，其实太少真的，我建议的不太好，所以那保健那些其实都是把他们的胃部都，因为他们都是液体啊那些，但是都会设在那个胃包，他们吃不到太多的牛奶啦、奶粉那些，对，那些可能是，所以因为他们胃太小了，对你一些奶粉啊，甚至是吃一点点都饱，他们都饱起来，但是你多给一个鱼肉的话，他们吃再少一点点奶粉，对的，那个生长不太好，所以可能小孩的
保健品，我自己可能是推荐可能是在3岁左右。对，但是出生几天，不是2到6岁啊，2到6岁也是有人用的，对。但是他是出生几天，我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他们买保健品那个的要求很奇怪的，就是出生几天也有啊，出生或几天也有。对他们就是有时候对出生几岁啊，对出生几天就说对这个问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很奇怪，就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要什么，但是我要保健的，但是我跟他说要怎么样的保健，他们也不知道。对，真的的，真的不知道的保健。对。然后就是那就是还有下一题。诶，为什么诶我不会吧？我不会注错了，我要我也为什么？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可能是我嗰個課有剛剛那個動畫做不好。這個就是另外下一條，就是當時有一些客人就是會問一些奇怪的問題。對，就是比方說這一條就是可能是那個大人拿一瓶飲料。對，一瓶飲料就問我們那個小孩可不可以用，但其實那個我不太怎麼，就我那個時間那個時間就是不太清楚為什麼他要問這個問題。對，因為其實就是一瓶水，你拿一瓶水然後問我小孩可不可以喝這一個飲料，我真的沒啊，我嗰邊沒有這個中藥的，所以有些舉茶有些藥茶啦，現在沒有，所以沒關係。嗰個沒有那麼大路。對，很多也有。对，但也是，对对，这一类问题，对，可能是应该不是，应该很多服务业也有不同的就是奇怪的问题。对，就是对啊，这也是米超神。对。我之前我就是这些客人就是跟我说那个他那个牙刷为什么电动牙刷动不着，我锂电池都没锂电池都没装上。对。对啊，但是我这个平时就是那个小孩都几岁了。对，自己可以跑啊，自己可以玩了。对，都是6、7岁左右啊。对啊，你要跟我这个小孩可不可以喝，我不太清楚，我真的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好笑啊，因为就是有小孩。所以就是个奇怪，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就是你平时然后跟我们说，就是这个小孩可不可以啊？我其实就是其实他可以看我们那个上班是什么文具，然后再问我比较好咯。对，然后最后一题应该我要注册那个动画了。就是这一个，就是有时候也是付款的情况也是奇奇怪怪的。就是比方说这一个就是对，就是有一对男女嚟我店铺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些店铺有一些情侣那些嚟我店铺购物的时候，有些奇奇怪怪的。对，比方说这一个就是那个男生。男生不知道刚那个男生就是真的，他们是过来付款，然后发现那个女生就是为什么会付好啊？对，然后就是最后就是真的我看到那个男生就是不能说那个他的女朋友做得不好啊，因为什么不疼他过来付款啊，要自己付款啊，但其实那个女生就是卖了一瓶水。就是买了一瓶水，然后就是给她的男朋友不断的练了很久。我有那个，对，我有那个他们
我要那个女生离开付款那边，然后慢慢走出去，我看到那个男生的，不能跟他说，哇，我真的就是为什么要练那么久啊？那个女生有时候那个女生可能是不想你用她的钱，还有就是便宜的东西不好意思要付款吧，对吧？对，我其实就是不需要那么奇怪，就是为什么一定不准念他，就是为什么不给我付款？哇，那个男生那个表情，我真的现在呀，我那个男生的表情，我真的现在还没有忘记，因为他真的是整个人都愤怒，都怒起来了。对，真的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要为一个五块的水。那个5块的水就是跟他就是对那个女朋友生气那么久，对，就是5块的水，都很好笑，就是所以我不是你这个服务业那边真的看到很多不同奇怪的。对这个对啊，真的啊，对啊，真的怎么样也看到，怎么样会见到啊？对啊，也奇怪的，也不奇怪。可能吧，可能吧，可能吧，可能吧。对，可能之前贵的，现在付不到，就随意想付一个便宜，但是其实你跟你的女朋友去一点便宜一点的也可以吧？对，5块的水啊，生气了，我做啊，这个奇怪。我看到女生好似不太开心，我真的就是，诶，印度电影是怎么样？他要。印度店员是怎么样？他会怎么样帮你的？他会怎么服务啊？怎么帮你的？在马来西亚，他是怎么样？他是会不断想你买很多东西，然后不交零钱也比较快吧？哇，态度很差。有時候有些店鋪也是有這個態度很差的，但是不交零錢個有一點點好笑。我觉得比较长。我是不是没有？对啊，我这边应该没有，但是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可能是还有不同的可以跟你。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看你在旅行，所以对，所以偏那个旅行的，因为有一些小店是真的会偏那个不同的来旅行的人，对，我听过好多。有些小店可能是卖一点比较贵的东西，对，但是其他地方可能便宜，他们卖贵一点给那些来旅行的。对。有一些店铺就是这样，对，而且小店啊，所以就是看你来那个旅行就是会骗你的，对，有一些地方就是真的会。我在香港也有啊，有一些小店会这样，可能是比较少，因为可能是有一些人会有些海关那边会查一些奇怪的店铺的，但是他们都有这些呃案例了，在公安那边。但是马来西亚那边有那么多印度人吗？因为我不知道，我没去过。所以其实就是到哪个店铺，不同的店铺，你会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客人啊，对，就是难怪了10%了，我就不少哦。对，因为我觉得印度那边我就奇怪为什么呢？马来西亚那边那么多印度人，10%也不少哦。然后就是可能是服务业那边其实就是可能有些客人就是对我们都很好的，对有些客人就是真的，可能是看到你自己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啊，对，有些客人会跟你说，就是他用过哪一些药也不错的啊，对，有一些对，你可以教我们也试一下那个药啊，对，真的他们也会这样帮我们，所以其实有些客人真的也会帮忙店员啊。对，有些客人觉得啊这个东西很好用啊，对，下一次他可能是帮他的朋友买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这些都是客人啊，有些。
哦，也很那边对，有些店铺啊，真的对，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不会算多你钱的，应该就整个时间也有的，就这时间也有的，对，对，可能是那边观光比较多的，印度那边比较多，对，因为我也知道可能是不知道之前我好像在哪里听过的是日本那边可能是一些餐厅会给你会给2种餐厅给你的，因为我去在那边听过的是日本的一些餐厅可能是会给呃本地日本人给日本的那个点菜单给他，然后就是给一些观光的，也给另外一种点餐单给他们，但是对面的食物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售卖的价钱是不同哦。对，在日本也有这种情况的，对，所以我听过，所以可能，但是他们最少就是标明那个价钱你好算一点咯。对，但是我不太清楚那边印度那些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就是真的想骗你，可能是真的想骗你啊。对，然后我今天要准备的都差不多